咁咧其實喺跟進係包括大埔雲福苑啦，尤其是呢一個咧就係瑞和苑啦。咁其實咧圍大維修裏邊咧都係充滿住黑社會啊！將個責任俾咗市民，跟住市民荒謬，好撚荒謬。市民攞10幾萬出嚟燒咗自己間屋，攞10幾萬出嚟燒死自己，呢一個係乜嘢道理啊？呢個乜嘢政府啊？你逼個市民自己去維修，李家超政府包括李家超本人，包括陳國基呢一個咧就政務司司長，包括勞工處長，包括消防處長，包括呢一個咧屋宇署建築即係屋宇署嘅處長，包括咧就係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其實全部呢啲官員當中咧都有人啊，唔係全部都係要為呢件事件負責嘅。國家主席習近平都開聲要跟進，香港冇可能去留班狗官喺度嘅。好啦，除咗班狗官之外，仲有就係咧負責大維修嘅人，尤其是啲工程公司。其實市區重建局就係大圍標集團其中一員，裏邊嘅官員根本同佢哋千絲萬縷，成班人圍威喂。你可以睇到啲垃圾承建商完全不知名嘅喺瑞和苑 delay 咗成年幾，佢仍然可以喺呢一個咧係獨立審喺呢一個咧就係咧市區重建局嗰個承建商名單攞100分喎，着咗之後，跟住個棚咧係仍然喺度，個竹棚仍然留喺度嘅。個竹棚咧甚至冇變成炭嘅，主要燒嘅係咩咧？就係上邊綠色嗰塊網，上邊綠色嗰塊網咧係基本上係好燒得着嘅。佢燒嘅時候咧不斷滴一啲咧係溶嘅 dripping， 滴一啲溶咗嘅陰燃嘅物料。瑞和苑嘅每個單位通達嘅走廊咧都係露天㗎，都係半露天㗎，都係咧係一條欄河，跟住就係棚網㗎啦，就係棚架啦。如果佢燒嘅話咧，係成個瑞和苑啲係走唔到㗎。只要你單位裏邊咧，你就冇得走噶啦。除非啲火燒唔到單位，如果燒到單位咧，就死噶啦。瑞和苑嘅情況咧，係比雲福苑咧危險10倍以上。今日嘅雲福苑已經有瑞和苑，如果發生咁嘅情況，個數字會比雲福苑大10倍。李家超政府包括李家超本人，包括陳國基呢一個咧就政務司司長，包括勞工處長，包括消防處長。包括呢一個咧屋宇署建築即係屋宇署嘅處長，包括咧就係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其實部呢啲官員當中咧都有人啊，唔係全部都係要為呢件事件負責嘅。嗱，如果當中有一部分人救唔到嘅，今次嘅死亡數字會超過100人，係3位數字。嗱，呢個係非常重大嘅事件嚟嘅。喺大陸嘅官場死35人，由呢個鎮長去到呢一個咧，所有負責人都全部即刻炒魷，即刻躝屍趌路。香港點咧？我哋係咪可以放過呢一班狗官呢？佢哋全部喺度尸位素餐、玩忽職守。點解呢？你話如果有人呃啲官員，個棚網咧其實係咧不係其實係咧係冇阻延嘅一個咧係咧特質嘅，但係咧佢係用啲假嘅一個咧 certificate、假嘅測試報告去呃咗政府官員。嗱，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官員咧仍然可以話我其實俾人呃嘅，我俾人欺騙嘅。嗱，但係呢一個盤同埋瑞和苑都唔係咁嘅喎，都係有居民咧係剪啲網出嚟燒，有啲居民剪啲材料出嚟燃燒，發覺係燒得好緊要。佢哋因為呢一個嘅測試，因為自己喺西度做嘅測試，雖然就唔係話喺嗰個咧係實驗室度做，雖然就唔係話咧係完全可以咧被公認接受，但係佢哋一個咧係 layman test 喺個西度 layman test 咧，都仍然見到包括瑞和苑、包括呢個雲福苑個棚網係唔安全嘅。呢兩堆嘅維修界嘅一個咧搞老鼠，維修界嘅垃圾，兩堆都係一堆人嚟嘅，用嘅方法，用嘅包括咧係攞啲板、攞啲發泡膠去遮住個窗，全部係一樣嘅。好啦，時間又差唔多，又係谷一個3億嘅工程出嚟圍標，跟住咧就係食到夸夸聲，居民揾到睇到，佢哋個網唔安全，揾政府部門、揾勞工處、揾消防處、揾呢一個獨立審查組，結果佢哋拖拖拉拉、玩忽職守、尸位素餐，就唔係有人呃你話咧，你誤會咗佢咧，其實個棚網咧係合格嘅，因為有人俾咗一啲假嘅文件俾你，令你誤會。唔係單止咁樣喎，就算呢個程序出現咗，跟住有居民喺度用嘅用家，喺度住嘅人，有切身利益關係嘅人，佢哋都發現咧個網咧燒得着嘅。佢話俾你聽，啲官員仍然堅持唔理，仍然堅持咧尸位素餐，堅持玩忽職守。嗱，呢啲官員係咪抵炒咧？直頭咧，我哋要將個官員咧係俾全港人知道呢啲官員幾狗幾衰格。而家結果搞到咁多人死亡，嗱，可能分分鐘死亡人數係3位數字，而家唔見咗或者失聯嘅200人，44人正係死亡。咁大件事喺中國大陸嚟講都係一個特大事件嚟。而家個
國家主席習近平都開聲要跟進。香港冇可能去留班狗官喺度嘅。好啦，除咗班狗官之外，仲有就係咧負責大維修嘅人，尤其是啲工程公司。香港嘅維修本來就係因為樓宇老化，其實中國大陸一樣會出現嘅。好啦，香港樓宇嘅質素比較好，而家去到30-40年開始咧要做強制驗樓。第一個問題就係香港政府一話我要你一個業主、小業主自己強制驗樓呢一個命令之下負責呢個維修，跟住就將個責任推晒出去。好啦，香港政府就話唔係啊，我揾咗咧呢一個咧就係市區重建局咧去幫手。其實市區重建局就係大圍標集團其中一員，裏邊嘅官員根本同佢哋千絲萬縷，成班人圍威喂。你可以睇到啲垃圾承建商完全不知名嘅喺瑞和苑 delay 咗成年幾，佢仍然可以喺呢一個咧係獨立審喺呢一個咧就係咧市區重建局嗰個承建商名單攞100分喎。喂，又 delay 又唔掂。又用一啲假嘅網，一啲假嘅唔安全唔合格嘅網。喺測試方面咧，起碼搞咗成年，喺獨立審查組俾晒機會都仍然搞唔掂。呢一啲咁嘅垃圾都攞100分。呢個咁嘅市區重建局根本就係一個圍標集團裏邊嘅成員，成個咧就係政府將個責任俾咗市民，跟住市民荒謬，好撚荒謬。市民攞10幾萬出嚟燒咗自己間屋，攞10幾萬出嚟燒死自己，呢一個係乜嘢道理啊？呢個乜嘢政府啊？你逼個市民自己去維修，跟住市民唔識嘅，你自己請專業人士啦，你自己嘅管理公司啦，你自己嘅法團管啦，跟住你請一啲專業人士去幫你睇啦，你請一啲專業嘅承建商，呢個市區重建局有晒俾分㗎啦，100分嘅垃圾俾你揀，好似今次立法會咁樣，俾你揀，全部垃圾俾你揀，跟住啦，你揀完出嚟之後焗住啦，10幾萬，跟住燒咗自己間屋，殺咗自己，喂，過唔過分啊 ？ridiculous 啊，夠晒荒謬啦，係咪啊？自己去俾錢去殺自己，燒咗自己間屋，呢個就係香港政府啦。點解香港政府咁狗嘅咧？明明你香港政府裏邊有專業部門嘅，有公務科，每一個專業嘅部門你都有，點解你自己唔管咧？點解要拱出去市場咧？好啦，仲有建制派政黨，民建聯唔好話自己冇份啊，你有份啊，淨喺呢度你有份。黃碧嬌你有冇份啊？你有冇份啊？黃碧嬌，民建聯黃碧嬌你有冇份啊？你死出嚟添啊要！另外嗰個鄧兆峰。喺行嘅時候，我仲記得掛旗選立法會議員，呢個咁嘅垃圾，話瑞和苑嗰啲棚網安全啦。我希望咧，而家李家超，你而家呢一個地方個火警，你已經冇得難救啦。你睇一睇咧，大家其實咧消防員咧係喺雲梯射緊水嘅，但係咧雲梯嘅水咧其實射唔到上頂樓嘅，都係一樣出現深圳嘅一個問題。嗱，深圳咧就係出現咗喺一個咧就南山。一個住宅係結果咧燒咗咧，有一個女士喺窗邊捱唔住自己跳樓死咗。結果喺大陸嘅人咧喺2、3線城市就唔買9樓至15樓以上嘅樓宇，因為當地嘅消防咧唔能夠救到上邊嘅。喺個主要城市1線城市咧就唔買29樓以上，因為咧個消防都救唔到嘅。嗱，如果我哋睇睇香港咧，我哋以為香港咧個消防雲梯或者咧個水力係可以射到上成層樓嘅。我哋以為棟樓裏邊咧係有足夠嘅消防設施，係可以喺火警嗰時救呢啲高樓大廈嘅。但係結果而家事實話俾大家聽，縱使我哋喺文件上邊、喺個理論上邊係有好多保障，但係實際上去到燒嘅時候咧，其實第一就火燒連環船喺8座呢一個雲福苑大廈裏邊燒到7座。另一方面咧，個消防根本就係救唔到、燒唔到、救唔到上邊、救唔到高層嘅。我哋睇一睇咧，而家啲消防水咧，其實喺中下層咧係降溫。好啦。如果你睇一睇咧，喺呢一度咧，仍然啊，因為咧我哋好難放大啦，仍然高層同中層咧有單位咧係裏邊完全着緊火，消防根本就冇辦法射水入去。消防只能夠咧喺個大廈嘅中低層咧係繼續降溫，希望個火勢唔好蔓延。好啦，成件事點解會蔓延咧？嗱，有啲工程師就出嚟亂咁講，就話喂，其實應該用金屬棚架，用金屬棚架就冇事啦。呢啲係垃圾工程師、垃圾言論，直頭冇腦嘅，應該出嚟謝罪，做乜嘢工程師啫？成件事就唔係個棚個有問題，你見到咧，而家大家如果嚟大埔睇一睇咧，燒着咗之後，跟住個棚咧係仍然喺度，個竹棚仍然留喺度嘅，個竹棚咧甚至冇變成炭嘅，主要燒嘅係咩咧？就係上邊綠色嗰塊網，上邊綠色嗰塊網咧係基本上係好燒得着嘅。佢燒嘅時候咧，不斷滴一啲咧係溶嘅 dipping， 滴一啲溶咗嘅陰燃嘅物料。咩叫陰燃物料咧？你睇落去佢冇火。但係咧，當佢掂咗落另一個媒體度咧，佢就會令到嗰區着火。陰燃呢啲，好啦，呢個陰燃啦，滴出嚟啦，即係滴溶啦，
呢一個咧就導致個火勢好快蔓延，由一座雲窗去到雲泰，再蔓延咧8座樓裏邊嘅7座。呢個因為風勢，因為個樓宇近，因為跌落嚟嘅拋物線而導致佢燒到其他嘅樓宇。好啦，結果就火勢蔓延喺外牆。你覺得官員同我講過，喂啊，Jason Pan唔好咁即係撩得咁緊要啦，嗰啲網好薄嘅啫，燒一燒就燒晒。我話唔係啊，呢啲膠尼龍膠咧係唔係話容易一燒完之後咧佢就變碳㗎？佢跟住溶解形成一個溶液，繼續可以燒好耐，佢仍然可以繼續燃燒。即係話咧，你以為個棚網好薄好少嘅物質，但佢燒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好襟燒，唔係因為個竹棚襟燒。如果咧唔識嘅工程師咧，唔該佢嚟一嚟咧，而家大埔睇一睇，而家竹棚咧係仍然喺度，燒完之後個樓宇燒到黑晒，燒完之後竹棚仍然喺度嘅，唔係因為個竹棚襟燒，唔係竹燒得着。唔好而家又走去拆寧漢豪諧，話而家香港應該用金屬棚架，唔好講啲廢話。事實上，而家個竹咧唔係主要引起個火警嘅原因，係個網，係個棚網，係一啲比如保護嗰啲窗嘅材料係燒得着，譬如板啊、發泡膠啊個網，佢用咗燒得着嘅材料，所以令到今日咁嘅情況。成件事年幾之前，包括瑞和苑、包括雲福苑、包括我哋中科監察、包括當地居民。佢哋話我哋夾埋，我哋唔夾埋啦。居民還居民啦，我哋還我哋。好啦，結果香港政府包括勞工處、包括呢個咧就係咧消防處、包括獨立審查組都係唔理，堅持唔理。嗱，如果你話屋宇署咧，因為咁啱呢個盤係居屋，屋宇署就係管咧。嗱，如果你話 APP 70呢一個要求，即係話物料唔能夠燒得着嘅要求咧，屋宇署咧就負責管私人物業嘅。譬如你喺出邊見到私人嘅大廈咧，就係屋宇署管。但係如果逢親係居屋或者公屋咧，佢哋做維修咧，管理嘅機構就係獨立審查組。好啦，佢兩個機構就理論上係咧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喺度噶啦，專業嘅喺建築嘅專業喺度嘅。如果呢個整體安全就係勞工處，另外咧消防安全就係消防處。消防處如果知道呢一啲材料係燒得着，佢一 confirm 呢件事，佢應該就要出呢個通知書俾個佔有人，一定要即時移除呢個火警危險。呢個就係消防處應該做嘅。第一，呢一個湯恩健呢個狗官，佢就唔做，佢堅持唔做，堅持唔關佢事。嗱，結果就形成包庇。首先喺瑞和苑發生，2023年12月，一路拗到2024年5月佢都唔理。跟住雲福苑當時開工，好啦，雲福苑就照跟瑞和苑嘅方法。瑞和苑你話得啊嘛，瑞和苑你覺得冇問題啊嘛，瑞和苑你批准啊嘛，瑞和苑繼續做啊嘛，咪將瑞和苑嘅方法搬嚟雲福苑咯。結果咪雲福苑而家瀨嘢咯。好彩瑞和苑冇事。嗱，因為瑞和苑咧個樓宇設計同雲福苑唔同嘅，雲福苑咧係有呢個防火梯，梯咧係有呢個防煙門，相對嚟講咧，如果外牆着火咧，燒到入屋嘅機會相對細。當然，如果個窗爛咗、燒爛咗，直接入屋係可以嘅。嗱，但係如果咧個窗係閂住嘅，係有機會擋到火，而咧喺個消防梯咧，其實本身係一個咧係保護到居民安全嘅地方，因為佢有消防門。當然，如果你有1-2層樓消防門開咗咧，啲濃煙入晒條梯裏邊。好啦，呢一個就好難度高，但喺瑞和苑咧，嗰個成個瑞和苑嘅每一個單位通達嘅走廊咧，都係露天㗎，都係半露天㗎，都係咧係一條欄河，跟住就係棚網㗎啦，就係棚架啦。如果佢燒嘅話咧，係成個瑞和苑你係走唔到㗎，只要你單位裏邊咧你就冇得走㗎啦，除非啲火燒唔到單位，如果燒到單位咧就死㗎啦。瑞和苑嘅情況咧係比雲福苑咧危險10倍以上。今日嘅雲福苑已經瑞和苑，如果發生咁嘅情況，個數字會比雲福苑大10倍，呢個係好嚴重嘅事。但係我哋嘅李家超政府點咧？佢唔理，佢尸位素餐，佢明知有法律唔跟，佢明知道法律寫得咁清楚唔理，明知道居民攞埋樣板睇埋係覺得唔合格㗎啦，都唔堅持唔理，堅持放生。咁你話中間有啲咩原因呢？好似瑞和苑咁樣，點解我鬧啊江玉歡呢？佢有份黐埋去嗰班圍標集團度嘅，一齊食盤菜去幫佢哋。當居民去嗰度投訴，佢話俾居民聽冇得投訴嘅，呢啲啱嘅，冇事嘅，跟進唔到嘅，呢個就係江玉歡真正嘅一面。仲有個咩嗰個新界社團聯會嗰個垃圾嗰個區議員，去特登去幫個法團咧去擋住啲居民，去話啲居民錯嘅，啲居民講大話嘅，啲居民搞事嘅，呢啲咁嘅垃圾仲出嚟選立法會喎。個立法會應唔應該唔好選住咧？100人可能超過100人走嘅，呢一件事好大嘅。今日已經係11月27號啦，距離12月7號仲有幾多時間咧？10日鬆啲啫。我哋係咪應該唔好選呢？取消佢啦！北京如果覺得香港建制派講俾你聽嘅事係啱嘅，
講俾你聽嘅一個情況係真實嘅。而家就話俾你聽，喺年幾前，包括中科監察，包括居民，係話得俾政府聽清清楚楚。我哋中科監察同政府之間嘅電郵超過100個，淨係講呢個棚網安全、消防安全超過100個，由一個技術討論去到一個咧就係測試嘅一啲影片俾你睇，全部政府都唔理。北京政府、北京中央政府應該喺呢件事上實施全面管治權。香港喺今次事件裏邊同大陸嘅地方一模一樣，呢啲咁嘅官員全撚部都要咧就係人頭落地，全部咧都要即時咧係解僱，全部都要追究責任，包括佢換忽職守當中嘅一個咧係責任。好啦，對於啲大維修嘅一叫圍標集團，廉政公署又唔理。而家你話咧，哎呀唔係好叻啊，有一個咧就係呢個叫做咧就呢個咧係競爭委員會會幫手啊，佢哋好掂好掂噶，都係廢話嚟嘅。競爭委員會捉唔到呢度證據咩？明明捉到呢度證據㗎。依間偉業你哋冇份捉到佢咩？你捉到佢點解唔公佈啊？點解到而家都保護住佢啊？呢一個競爭委員會點解你唔公佈你捉到偉業嘅一個咧圍標證據啊？你話嗰9間承建商有份參與圍標，但係到而家都唔公佈。香港其他屋苑就繼續做緊圍標，仲會繼續做緊呢一個咧招標。但係呢啲圍標集團嘅人咧仍然喺度繼續活躍。你明知道有晒資料，你公佈過話我查到9間，跟住你覺得自己咧就已經咧卸咗責任啦，你就唔公佈9間名字，跟住屋苑懵盛盛繼續揀佢哋，個圍標集團就繼續喺度咧活躍。呢一個係咩原因呢？香港政府喺成件事上邊基本上係荒謬。你去到最後對仔對底，你要逼個居民用嘅係老業主，呢啲幾十年樓通常係老業主，個老業主退咗休㗎啦，本來咧就係諗住安享晚年，你跟住要佢喺棺材盤度攞10幾萬出嚟咧去做大維修，佢哋又唔識祈求就係我攞完10幾萬出嚟，快啲搞掂佢，唔好搞到我。好啦，我都配合政府嘅要求嘅，結果係點咧？結果就係個要求就係你搞完個大維修，搞個大維修途中燒死埋自己，燒埋自己間屋，你幾乸荒謬咧？呢一個係咩政府咧？李家超你成日以為自己好撚勁，以為自己一日解決個問題，結果咧你一日製造一個問題，不斷將個問題惡化。我哋香港呢一啲咁嘅高樓大廈已經幾十年、100幾年啦，有冇咁嘅情況出現過啊？最嚴重嘅嘉里大廈都係死50幾人，都係燒咗9個鐘。結果而家呢度點樣啊？李家超你究竟你覺得自己有冇能力管治香港啊？用呢咁嘅方法，有問題又唔理，壁壘分明啊！佢係黃嘅，佢咧就係泛民嘅，我唔撚理佢。跟住咧藍嘅，佢做先做錯，包庇圍標集團，你覺得佢啱？呢啲咩情況咧？香港如果繼續係咁咧，香港冇噶啦。呢一個咧唔係香港唯一一件咧係可以發生嘅一個災難。呢一個其實係管治班子搞出嚟嘅災難。呢個災難，如果我哋唔喺管治班子度真係咧徹徹底底咁改善，真係為香港市民服務，真係咧公平公正咁樣，有法就執法。如果偷工減料就追究責任。如果我哋乜都唔做嘅，俾佢哋知道，喂，偷工減料都冇事嘅，跟住政府直頭唔理嘅，你吹個脹啊，你咪嘈咯，你咪繼續嘈咯，冇人理你嘅。跟住結果咧，個個就繼續偷工減料，個個繼續燒死啲市民。市民呢一度啊，8座樓有7座燒咗，咁多個單位值幾多錢啊？100幾億喺度噶啦，即係話李家超你嘅咁嘅施政就搞到100幾億出嚟，冇咗最少44條生命，唔見咗而家200人，呢一個咩情況咧？你連深圳嘅消防隊都叫埋嚟幫手。佢點幫手啊？而家消防隊可以幫到手嘅咩？就算香港嘅雲梯都上唔到咁高，深圳嘅雲梯可以咩？一樣唔得。你叫佢落嚟做 show 有乜用咧？仲要喺呢啲懲罰時間，仲要擦鞋，仲要咧就係咧將哎呀我多謝感謝呢個深圳幫忙，唔係唔多謝深圳幫忙，好多謝全國人民嘅心。但係我哋而家最緊要解決嘅就係香港管治嘅問題。如果管治問題我哋解決唔到，香港最終到結果會繼續沉淪。所有專業，我哋所有以前定落嚟標準，所有定落嚟嘅法律法規，而家都冇人理。跟住咧就係邊個識，我只要識，我篤個鼻，我識嗰個，識呢個，識嗰個，識嗰個就得㗎啦。再唔係淨係識啲官員喎，我識嗰啲民建聯嗰啲咁嘅垃圾，識呢啲政黨，識呢一個咧葉劉淑儀都得㗎喎，一樣可以行通世界㗎喎。因為點搞咧？香港咁樣就去就係瑞和苑啦。咁其實咧維大維修裏邊咧都係充滿住黑社會啊，又或者個法團啊，又或者咧個管理公司咧，其實黑社會挨埋一齊。你一掂佢，你其實就遇到黑社會噶啦，搞啲好犀利嘅，周街黏你紙啊，嚟恐嚇你啊，上門啊，拍你門啊，觀塘嗰個寫字樓對門拍到扁晒嘅，即係鋼門啊，直頭扁晒嘅。好啦，不過無論如何啦，件事咧都仍然咧係咧發生咗。啊，其實喺年幾前，大概2023年嘅12月咧，喺瑞和苑我哋首次發現咧係個法團主席包庇呢個承建商。
喺明知道就算係法團自己請嘅一個咧係工程監督，係做咗個臨時嘅測試，明知道啲棚網咧係燒得着，法團主席瑞和苑個冚家產法團主席梁寶玲咧係仍然咧要誤導咧瑞和苑嘅3501戶嘅居民，咁咧就話個棚網冇問題嘅。就喺嗰時開始咧，我哋中科監察咧就大力咁樣追擊同埋咧係跟進呢件事。喺嗰個期間咧，雲福苑就開工。好啦，雲福苑嘅開工咧，其實就好睇住瑞和苑政府究竟點處理。如果瑞和苑政府處理得硬淨，係執正個法律嚟做嘅，係依法辦事嘅咧，其實就唔會出現今日雲福苑呢個情況嘅。就算雲福苑啊，因為我哋瑞和苑嘈得好緊要，雲福苑嘅居民啦，又或者我自己本身啦，都有繼續跟進嘅。居民亦都有咧揾唔同嘅部門去投訴，有自己攞啲網嚟燒，甚至咧佢攞發泡膠嚟做保護，攞板嚟做保護，佢哋咧攞嚟燒，都發覺係危險嘅。嗱，明明法律喺度嘅，但係政府部門就有法不依。嗱，其中最兩個，首先有兩個一定要炒魷啊！唔單止炒魷，要刑事追究呢兩個爛攤官員嘅。第一個咧就係消防處處長楊恩健，嗱，呢一個咧就直頭冚家產嚟嘅。佢其實個態度咧係傲慢，而且咧係完全咧係覺得自己唔需要跟進嘅。我哋咧同佢來來回回好多電郵，又好禮貌話俾佢聽，由要求跟進打1823開始，去到揾佢，佢都係決定唔理。佢直頭話唔關佢事。成件事裏邊咧係包括咗咧，我哋同佢一連串嘅電郵，由咧我哋咧本嚟好禮貌，佢哋話同佢講，去到最後咧我哋都要鬧佢噶啦，佢仍然係決定闊佬懶理。我哋有一個電郵正警告佢嘅，唔單止係居民嘅安全受威脅啊，連你救火嘅消防員將來嘅安全都受威脅啦。今日即係話咧喺2025年嘅11月27日，我哋就發現咧，琴日即係話咧26號晏晝到夜晚期間，就有一個消防員殉職，亦都有另一個消防員咧係個器官咧係出現熱感染，即係話咧有機會咧係可能咧就算咧係救得翻，可能咧個身體都會受到好大傷害。嗱，香港嘅消防員其實咧係本身保護緊大家市民大眾，係好慘嘅，佢哋做嘅工作好危險嘅。但係佢哋嘅處長竟然係罔顧包括佢自己消防員嘅安全，係堅持唔理。究竟點解呢？好啦，首先我哋講講咧喺法理上、喺法律上，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法理嘅原則係咧可以控制呢一個咧本身喺雲福苑出現嘅一個火災係可以咧係避免嘅。嗱，首先咧就係1995年或者之前，當時嘅時任消防處嘅處長同埋勞工處嘅處長，佢兩個都認為喺香港嘅建築工程裏邊用嘅棚架，同埋棚架外邊嘅網或者甚至帆布係會影響到包括工人同埋包括咧就係住嘅即係住緊嘅用緊嘅大廈嘅人嘅安全嘅。嗱，呢一個咧結果屋宇署就接收咗咧就係當時消防處處長同埋當時勞工處處長嘅一個咧要求，就由呢個建築署署長就作為建築工程監督、建築監督、建築事務監督，根據香港嘅建築物條例1823章去咧就根據個條例頒發一個命令，個命令咧就 APP070。呢個命令咧，其實當時咧係包括咗消防處、包括勞工處、包括屋宇署，亦都包括咧政府嘅唔同部門，包括公務科咧，其實都諗清諗楚先出嘅。嗱，咁裏邊咧其實有一個咧比較咧係可以咁講係合理嘅安排。佢唔係話要全港所有嘅棚架上邊嘅網或者帆布咧都需要防火或者咧係阻燃，佢唔係咁要求嘅。佢要求嘅咧就係話，如果呢個棚架係喺呢一個咧使用中嘅樓宇，你無論商業大廈好，無論住人嘅樓宇好，呢啲住宅好，係有人喺裏邊住嘅，有人喺裏邊使用嘅，呢個棚架上邊嘅網或者咧圍封嘅物料就必須要阻燃。嗱，佢唔係話咧一竹篙打一船人，喺建築地盤裏邊其實冇人嘅，除咗工人之外咧冇人工作嘅，裏邊咧其實唔係咁多見到材料燒得着嘅。喺呢一方面，喺建築工程咧，其實屋宇署喺個文件上係冇要求咧係要用阻燃嘅材料。嗱，其實本身咧當時我哋去見到咧殖民地嘅官員咧，其實係好用腦諗嘢嘅。係諗得清清楚楚，先至將個文件咧係咧要求全港嘅包括工程師、包括則師、包括測量師、包括所有嘅監督人員咧去跟進。好啦，嗱，唔去跟進，又或者咧明知道嗰個網係唔防火嘅、唔阻燃嘅，仍然繼續用，咁呢個其實咧係謀殺嘅。因為你都見到啦，今日睇雲福苑嘅情況咧，其實唔係第一次噶啦。我哋咧喺2023年。喺呢個尖沙咀嘅海員俱樂部酒店重建裏邊咧，其實已經出現一次咧係通宵大火。嗱，當時嘅通宵大火去到4級嘅，係燒咗2日，燒到咧第2日嘅朝頭早，全個尖沙咀咧都係咧濃煙或者味道或者竹嘅一個咧係炭。嗱，結果咧嗰次其實係第一次係比較顯著，係因為外牆棚架嘅網咧係令到成座大廈燃燒。好彩咧當時嗰個建築工程嚟嘅，個大廈裏邊咧唔係咁多嘢燒嘅，但係仍然燒通宵。嗱，嗰個大廈其實係冇犯到咧呢一個 APP4070嘅，因為嗰個大廈唔係再使用嘅。好啦，但係去到咧呢一件咁慘烈嘅事之前嘅1個月，喺10月份，即係大1個月前啫，
其實喺中環嘅華懋大廈咧，就發生咗另一次嘅大火。嗱，佢哋大火都明顯㗎，個承建商咧係用咗部分係阻燃嘅網，部分不阻燃，所以不阻燃個區域咧，結果就由底燒到上頂。好啦，阻燃網嗰部分咧，你會發覺咧係冇燒到嘅。嗱，佢係冇蔓延開去，不過咧仍然由底燒到頂。嗱，呢一個咧其實本身係一個好大嘅警號。李家超政府，包括李家超本人，包括陳國基呢一個咧就政務司司長，包括勞工處長，包括消防處長，